的乡野间，一夜的沉睡还没苏醒，但郭家豆腐乳的工厂里早就人声鼎沸。员工忙着将豆腐填充到罐子里，这可是发酵豆腐乳的重要步骤。一旁戴着老花眼镜、紧盯流程的妇人，就是一手催生育婴豆腐乳的创始人郭江育婴。育婴豆腐乳一卖就是30多年，可以说是远近驰名。只是老店的起源只为了养活孩子。我们只说想要怎么去赚钱，那么我就跟老板讲说，我们把我们杨家的那个手艺啊，来做出来试试看看，说好啊。那太无影啊，都是太无影了，按你说要做的。开始做吧，就如同他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是做早餐给孩子们吃一样，一切很自然，也就任劳任怨。哦，这人头啊，他家的是做船哦。客家人早餐很简单，酱菜、酱瓜、豆腐乳，不是很丰盛，却有着客家质朴精神，而这也是郭江育婴成功的钥匙。因为那个时候日本检查很严格啊，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商标啊，还没有营养成分，什么都没有，就是结果没办法出去。那我们就是因祸得福啊。坚持不添加任何人工甘味和防腐剂的豆腐乳，有着维西甘的香气。有的会出来呢，真係就會反映人哋故鄉呢古早味啊，很香哦，看到我身體難得呢呢。你要按好做按好嘅東西，本來頭擺嘅東西含流程都要到位。古早味。客人的回應是郭江育嬰堅持下去的動力。現在他也將手藝傳承給兒子。兩個人都有一個競爭啊，他有他的做法，我有我的做法，但是達成最好的效果。兒子的創意發想和郭江育嬰對品質的堅持，兩人擦出的火花，把祖傳味道飄香千里。養家艱辛不掉淚，創業困難不說苦，客家婦女的堅忍質樸，郭江育嬰用一塊一塊的豆腐乳，訴說讓人難忘的感動時刻。